民經濟出 GDP 啦，咁啊嚟緊幾日就好幾個央行議息啦，咁啊今次講下呢個超級議息週啦。第一條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為日本帶來輸入性通脹，提高日本央行加息機會。嗱，佢係咪直接咁快輸入到通脹，我唔知。咁通脹其實咧就唔係淨係日本喺高咗，其他好幾個國家，包括香港咁樣啦，都高咗嘅。咁而家個環球嘅論述就係話暫時嚟講減息困難啲，咁甚至可能傾向加息。歐洲就有啲唱緊話加。咁日本因為一路都加緊嘅關係咧，咁其實當個外圍嗰個氛圍係比較 favor 加息嘅時候咧，其實我認為呢次有機會佢爆冷嘅。咁但係我評估就機會都唔係十分之高咯。即係你都係五五波，或者即係我覺得都係五五啊4、6咁上下。咁你如果佢一個唔覺意加嘅話咧，咁個 yen 其實就應該會爆升嘅。咁你不妨即係搏下都冇乜壞。咁如果佢真係另一邊人唔加嘅話咧，咁唔加其實已經冇乜嘢嘅，因為佢不嬲都唔加㗎啦。因為死拖爛拖咁鬼耐。咁唔拖咁唔加嘅話，個 yen 又可能弱啲咯，可能一路歪一路鬆啲咁樣。即係變咗你貶值嗰邊咧，個 downside 就未必太多。咁但係如果一聲加嘅話咧，可能個市場反應就會稍微大啲，咁就可能有幾百點行啊，咁都唔定。咁所以搏得過嘅，我覺得。即係而家你又唔需要刻意去答一個問題，佢加定唔加，因為呢間咁嘅嘢其實特登玩嘢嘅。你估佢加佢又唔加，你估佢唔加佢又加。咁即係你落一個即係好定嘅定論嘅結論就冇意思嘅。咁但係從呢個角度睇，因為個氛圍已經比較 favor 加息嘅關係。咁如果你話全球都好差嘅狀態，咁要減息嘅，咁佢嘅加咧就可能個阻力會大啲。咁而家睇嚟咧，即係個客觀環境俾佢加息嘅阻力就相對細啲啦。咁佢有機會借呢一次係趁你以為佢唔加嘅時候，佢去加咯。所以我覺得搏下可以咯。咁都答埋第二 part 啦。咁第二條，英國 CPI 又上3.3%，通脹重現之勢明顯。唔係嘅，因為我喺有個電視節目都講過咧。英國舊年3月嗰個通脹係特別低嘅。咁後去到舊年4月嘅時候，個通脹係跳升咗，即係爆上嚟。咁我估可能係同舊年打貿易戰，同埋係可能係轉呢個財政年度啦。即係無論逢係大約3月、大約4月嘅時候咧，咁你轉財政年度咧，可能有一啲新嘅嗰啲補貼嘅政策。即係我唔係太記得係加咗補貼減咗補貼嘅，雖然嗰度都關我事嘅，但係我唔記得咗。咁可能同呢啲嘢有關咧，就令到個通脹係有個即係裂口式咁樣係爆上。咁因為舊年4月個通脹突然間高咗嘅關係咧，其實你踏入4月嘅時候咧，個基數係高咗咧，其實會將個通脹數字撳翻低。咁當然能源價格就可能都係會keep 住，暫時嚟講都係貴㗎，咁啊會推升個整體數字啦。咁你有推升嘅動力，即係因為個戰事關係。咁同時間亦都有個基數高咗，係撳翻低嘅拉動力嘅關係咧。咁兩者拉扯之下咧，可能4月個數字未必會太過差嘅。呢個數字我估延續到4、5、6、7月都唔會有太大變動，因為個基數高咗，係唔係淨係4月呢個現象？係你 check 翻舊年同期咧，4、5、6、7，我記得都係比較高嘅通脹。咁所以呢個高基數嘅現象會延續好幾個月，咁就未至於會形成一個通脹好明顯惡化嘅現象。咁就按揭市場因為通脹恐慌而提早加息，其實要悄悄翻少4厘7。英倫銀行已經冇減息條件，視乎經濟點咯。即係而家其實立嘅都係即係而家感受到嘅英國經濟，我相信同香港感受到嘅差不多，都係比之前係立咗。你數字可能未睇到大問題啊。美國都係咁樣啊，即係好似都仲有啲靚嘅數字出，但係整體嚟講嗰個消費力係相對嚟講疲弱，亦都正係因為立嘅關係咧。
你而家嗰啲通脹就主要夾咗喺嗰啲能源啊嗰類咁嘢嗰度。咁但係能源以外嘅領域咧，其實嗰個消費力其實有關係，令到個通脹唔係太夾得起咯。所以其實加息就加，唔係太加得出嘅，老實講。咁但係你話而家呢個位減就未必話個個講緊唱緊加息，因為你而家啲嗰啲債息係上緊啊嘛，債息上緊嘅時候，你變咗個市場預期就係唱緊加息啦。咁唱緊加息嘅時候，佢就即係減嗰個誘因就冇咁大啦。未必即係央行都未必想對着市場幹，所以嗰個減息其實睇翻遠少少嘅 fundamental 咧就有空間嘅，但係你話即刻做俾你睇咧個機會就唔高咯。咁所以呢個禮拜即係都係睇都按兵不動啦。點分析英鎊走勢？差唔多好似之前咁睇都係你最近抽過上嚟3半上下，咁其實又差唔多又有啲回翻，咁回翻可能都未必你冇咩刺激佢可能未必回太多335可能又差唔多。咁之前講過啦，舉凡你懟到31、32嗰頭，其實都可以買，即係都係一個框架上落咯。咁如果你話萬一個市場有啲論述話睇一個美金比較淡啲嘅，咁又話要減息嘅，咁當然個榜可以再拱上啲嘅。嗱，拱上啲估計都係上次嗰啲位咁上下咯，38啊、39咁，即係其實都係圍繞3半行。咁你下望係300-400，上望又係300-400。咁其實而家你試過去3半咁咪翻去34到，而家6呢個位34到，其實中間位咧就有啲即係買又唔係賣又唔係咁樣，買埋兩閒嗰隻咯。你等佢譬如低翻啲咁誒，即係近32啊31咁咪再買咯。如果你等唔切嘅咁啊32、33都可以嘅，我覺得。咁冇咁你買平啲又都係平過300-200都唔係差好遠啊。除非你好大數啦，如果唔係嘅話就我覺得就冇乜嘢。即係嗱咁樣，即係你比較波幅大嗰隻貨幣，個榜算係啦，佢都咁窄咧，其實個匯市真係開始有啲靜。你之前嗰個戰爭因素慢慢減退嘅時候，可能市場又揾下一個焦點。暫時嚟講就下一個焦點就未係咁明確住咯。咁當然而家個氛圍都係仲係講緊一個股市反彈，咁即啲股佬仲係相對睇好嘅，咁變咗個美金相對可能撳住淡啲，咁啲非美嗰啲晾住喺啲好少少嘅位置咯。三，澳洲央行直接用呢個央行噩夢嚟形容，甚至有大行預測利率會推高400半嘅極端水平，加息係咪會令澳元進一步上升？我認為澳洲都係即係個加息呼聲比外圍高啲，但係又唔係十分高，因為你記住澳洲嗰個通脹之所以高咧，係早前嗰個貴金屬價格，即係尤其是金啊銀啊，即係講緊幾個月前咧係爆上嗰啲歷史高位啦。咁但係而家由歷史高位稍為回翻嘅時候咧，澳洲嗰個 terms of trade 即係出口對進口價格嘅比例咧，其實就冇咁強㗎啦。咁變咗話直接帶動通脹嗰個壓力都會相對低咗啦。咁當然澳洲同外圍嗰個經濟關聯度就相對低啲嘅，但係大致上嗰個盛衰周期咧同外圍都係時間上係吻合啦，都係接近啦。咁變咗外圍而家稍為有啲立嘅跡象咧，其實澳洲都唔會分別好大嘅。咁澳洲啲出口其實又好多出去大陸啦，咁大陸經濟係咪好好，你誒有眼睇㗎嘛？即係冇最差嗰陣時咁差，但係而家係咪企得穩，跟住可以繼續上咧，都係一個好大問號啦。咁所以成個澳洲嗰個經濟前景，其實我相信個方向同外圍又唔係差好遠嘅。咁唔差好遠之下，頭先講咗啦，通脹如果你有貴金屬帶住就會 firm 啲咧，但係而家都回翻啦。咁回翻其實就嗰個通脹話即時急升爆升嘅壓力其實就唔係十分高嘅。咁所以個息口睇嚟就唔會加得好，即係好同外圍係大合行啦。咁可能加咗都有一兩次啦，我記得都。咁係咪話真係好快再加都未必會咯？咁呢個因素其實你話帶動澳洲紙即係當然佢有個息口嘅相對好嘅優勢咧，加息嘅優勢咧係 firm 啲嘅。咁你話
起翻70或以上概率高嘅。咁但係70以上，你話個即刻急升個進一步急升嘅動力係咪好大咧？我覺得就一般嘅啫。即係你睇高少少都係72啊、74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暫時嚟講，佢都唔會太過擺脱70嗰個位嘅啊。開戶攞高達2300蚊獎賞啊！依家開戶成功即送300蚊禮券啊，冇任何其他條件噶。嗱，再滿足埋存款同埋交易目標咧，仲有額外2000蚊禮券噶，總值咧就係2300蚊禮券啦。有乜嘢唔明咧，可以隨時喺下邊留言啦，又或者聯絡我哋嘅客服查詢噶。第四，中東戰爭雖然持有緩和，但係油價再次反彈，加息對聯儲局嚟講係咪選項之一？應該又唔會啦。嗰、個喐十應該都坐到埋位啊，睇個款嗱，咁就坐到埋位，即係鮑威爾走得啦。咁即係咁，你特朗普換佢入去，嗰啲咪啲換入去即刻加息係嘛？我覺得唔會啦，玩嘢咩？對高企嘅股市會唔會隱藏危機？股市其實你彈到呢啲位，的確又冇乜力嘅。咁即係其實都係日升日跌咁咯。咁同埋即係而家錄緊呢一兩日，其實都係相對立啲咯。咁暫時都唔係太睇到一個好大爆升嘅動力，又睇唔到話即刻要懟翻落去嘅威脅。因為特朗普都知道選舉接近啦，佢都唔慢慢唔搞咁多嘢，即係炸炸地咁都縮㗎啦嘛。佢炸炸地縮嘅時候，個市又會睇翻好啲。但係個市即係對戰爭嗰方面嘅反應，其實就差不多㗎啦，我認為。咁你跟住落嚟都要睇翻啲 fundamental 咯，啊，咁啲業績係咪 keep 住可以好咧？咁你出咗有幾件都似樣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業績唔會嗰個行業都咁好嘅，你總出下有啲曳啲啊，同埋個 macro 就應該都係麻麻嘅。如果你個油價咧 keep 住比之前高20-30蚊嘅話咧，至少啦嚇，咁你之前60蚊嘅啫嘛。咁你而家閒閒地都80-90甚至100咁樣，咁你呢個 level 其實就慢慢都會累積啲問題出嚟，即係咁多生產都靠油或者石油相關嘅嘢，咁你突然間個成本貴咗幾成咁你話唔影響係假㗎啦，即係你做過生意一定知㗎啦，冇可能冇影響嘅。咁所以個生產會慢慢浮出嚟嘅影響啊，咁就係咯，跟住個股市嚟睇翻呢啲咯。第五，網友問近年係咁印銀紙波浪理論係咪失效？波浪理論咧就同印嘅銀紙誒冇必然關係嘅。波浪理論佢係數翻嗰個市嗰個即係嗰個上落浪嘅啫。咁又其實有股市以嚟都已經係有銀紙㗎啦，冇銀紙點買股票嘅？咁印銀紙就成日都印嘅。咁但係咪印咗銀紙之後就冇咗啲浪咧？唔見得咯。即係其實一路都所有央行幾百年前都識印銀紙㗎啦，係咪？即係嗰時都未有央行嗰時，嗰啲叫做皇朝啊，嗰啲皇朝即係印銀紙咁印到啲嘢扁晒直，或者啤銀仔啤到扁晒直，呢個幾百年前都識㗎啦，唔係而家先識嘅。所以浪一樣有，但係咧個 AI 出現機器盤多咗，反而令到嗰啲升跌浪唔係太似以前嗰款咯。即係以前嗰款升跌浪係比較反映人性人嗰種心理，咁嗰種人嘅心理咧就係一樣米養百樣人啊嘛，個個人都唔同。咁因為點解你會有升跌浪咧？即係其實就係真係有啲人睇好，有人睇淡。咁你舉凡你有一個買盤，有個賣盤啦，係嘛？咁如果你買嘢冇人賣俾你，咁點食嗰啲嘅？即係你記住，任何市場、任何股市都係嘅。你有1蚊嘅買賣，咁跟有一個人買1蚊，有一個人賣1蚊啦。咁你有買有賣，有睇好有睇淡嘅時候，先形成呢種咁樣嘅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嘅鋸齒形嘅，即係我哋識 set 嗰種現象。但係咧。如果你唔係一樣米養百樣人，嗰個市場嘅睇法個 variety 窄咗咧，嗱而家就係啦，即係譬如話大家都攞機器啦，攞 AI 去做啊，咁你嗰啲機器 AI 大家都係食嗰啲數據，大家嗰個 algo 差唔多嘅啫嘛，嗰個算法個背後嘅嗰個演算法，雖然嗰個 model 咧唔同嘅，你用唔同咁嘅嘢 train 佢嘅話，咁結果都唔同，咁大家都會 fit 好多嘢 train 佢啊嘛，咁你其實
大家落 input 嘅嘢一樣嘅啫，你都係嗰啲市場嘅數據，大家揾到嘅嘢、諗到嘅嘢、搬過攞到嘅嘢，冚唪唥抌晒落去，個個都識㗎啦，呢樣嘢。咁你變咗嗰啲 AI 個個都咁樣去 train 嘅時候，大家都係用咁上下模式數據去訓練出嚟咧，嗰個行為嘅表現會幾同質化嘅。啲同質化嘅時候咧，就有問題就係唔係因為養百樣人，即係而家入得市 trade 嗰啲機器嚟㗎嘛，其實係都係同款同類型，個心態差唔多咁 trade 法，即係買就大家一齊買，沽就大家一齊沽，所以你咪見到個股市係啲嘢上就上，直上跌落就直落咯。即係美股其實已經係呈現咗呢個現象好耐㗎啦，即係10年都有至少啊。咁尤其是近幾年更加明顯啦。咁你即係每一次跌市，你諗住撈唔切嘅，因為落直落啊嘛，上係直上啊嘛，咁嚟即係頭尾都嗰幾日，你邊撈一次啫？咁所以嗰個浪就好似唔見咗咁咯，或者失咗效咁咯。咁因為你而家係用緊一樣米養百樣人，所有即係百樣千樣萬樣嘅數據冧晒落去個機器度，個機器突然間消化晒啲成千上萬嘅人種品種嗰種口味嘅時候，咁佢出嚟嘅 output 就變咗係一種 mix 嚟嘅。咁嗰種 mix 呈現唔到一個 variety， 一個異化，呈現一個異化嘅時候，你咪即係嗰種浪就唔見咗。即係你記住個浪就係點解會出現，就係喺個市度 anytime 以前嚟講啦，係有睇好有睇淡，係有唔同嘅人嘅口味品種去擺晒落去，先至呈現到呢啲咁有趣嘅浪啊嘛。而家就係冇咗咯，變咗個市或者有新嘅形式，有啲浪啩，我唔知啊。咁如果你當然你話長少少睇，都係會呈現緊一個反映基本因素嘅方向嘅。譬如基本因素好經濟性嘅，咁佢跟住上咯；衰嘅跟住落咯，咁都係會嘅。咁但係嗰種盛衰令佢趨勢性上落嗰之間嘅一啲波浪咧，就似覺係即係真係同以前有少少唔同款啦。咁所以咁樣去分析就有啲問題咯。咁都同樣，如果你話推而廣之到其他技術分析一樣嘅啫。因為以前嗰啲技術分析，譬如話你睇咩位畫咩線都好，你話試咗咩線會點樣？當個形態去點樣會點樣？其實你都係建基於以前大家有唔同睇法嘅參與者參與個市場嘅時候，先呈現到呢種模式㗎嘛。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如果你係同質化嘅，咁其實都可能會慢慢改變咗呢種格局咯。咁暫時呢個咁嘅格局咧，喺美股係比較明顯嘅，喺其他市場就少啲，但係漸漸都可能見到嘅。如果你譬如話匯市咁講，多咗機器本參與，即係暫時都未係好犀利啩，我估咁如果你慢慢漸漸多嘅時候，可能都會走向美股咁嘅情況咁啊，最後歡迎喺條片下面留言分享。減息喎，仲翹埋雙手等運到，即刻試下外匯交易啦！揀日元、英鎊定係美金，睇準匯價 click 一下，搞掂晒。Set.com Forex 買賣差價低至1點子咋，24小時都可以交易，隨時出擊。而家開戶一世免佣，仲有大把驚喜迎新優惠，仲等機會話嚟就嚟。Set.com Forex。